色的美食。团队共创老师就有一个问题出来，如何做有客家特色的美食？然后就给小朋友很多卡片，让他去写他的想法，比如说，去买，或比如说问爸爸怎么做，或怎样，很多想法出来以后，就像我们的赛医生，再让学生去分类。有一排是Foodpanda组，就是去买的，有一组是请会做的人来。比如说阿公阿婆，或者是我们的社区耆老来教我们做，有一组是我们就看影片来做，它就有3类，然后最后让学生选择你要用哪一类来学会做，这是一个。那比如说我们这一组如何制作海鲜料理，你也可以设一个问题，让学生思考说，我要做海鲜料理之前，前面我要先做什么事？可能要绑架，可能要什么准备锅碗瓢盆等等，再分类。所以有的是材料类、食材类、器材类、调味料类，或怎么样让他去分，这叫团队共创法。就是根据我们的表现任务，可以让学生去集思广益，而不是都是老师教他怎么做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想给大家讲的另外一个方法叫做概念象限。什么叫概念象限呢？就是这是一个分类法。比如说，这是我们学校这个月的主轴，就是米制品跟麦制品。我们给学生4张图片，来，请问小朋友，俩是种土，哪种老配沙木穷种？这4张图里，哪一张图跟别人不一样？饭团。饭团，老师要不要说说看？哪位木穷种？一张面粉，一张用米。俩是米做的，剩的3张是面粉。面粉做的，俩是米做的，俩3张是面粉做的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吗？烧饼。哪个？哪一张不可能？烧饼。烧饼。颜色不一样。老师好聪明，来拍手。3老面3摸穷肉，这也是一个摸穷肉。还有吗？馒头，要不要多说一点？没有包料。摸爆东西，俩3张全有爆东西，2张摸爆东西。还有吗？包子。圆形。耶，冉冉感，俩3张冉冉感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我们的小朋友说，俩张老面摸穷了。我们小朋友说，挤爆的东西狂抖。小孩子被老师一逼一直逼，哪里不一样，终于逼出一个这样。所以它不仅是米制品的不一样形状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。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讲，这个跟人家不一样，大家猜猜看。馒头是光滑的，其他的俩是揪感，寸的没揪感，这是一个想法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哪个是真的？这2个都是真的。这个其实也算真的，饭也是真的嘛，只有这一个是烤的。有可能。烹饪方式摸烤肉，还有吗？饭团，那它都让你摸烤肉。饭是一粒一粒这样组合成的，其他都是整个。这位小朋友好聪明哦，你还一粒一粒的，你还粉做的摸烤肉。还有吗？还有哪里不一样？哪一种味道让你知道摸烤肉？馒头。鸡摸憨，俩3张袂憨，又憨摸憨，摸憨是没空，摸憨好这个很有闲，这个没闲，这个算3个有闲又憨摸憨嘛憨OK， 所以这个叫概念象限，这对于小朋友对事情的
概念是很有帮助的。所以这个一定要邀请大家针对你的课程来设计一下，请设